台北市立联合病院超过300个医生对6月份开始拢有收到恐吓的电子批，内底是一张无穿衫的查某甲一个查甫正亲密的相片。若这个查甫的人头是互换做被害人，尾安尼批内底是要求要甲因恐吓、威胁要讨钱。有医生去报案了后，才发现讲这相片的人头、人面拢是用 AI 去改的。若假批 IP 是伫香港，所以警方即马无排除讲是中国的犯罪集团做的。倒手抱一个查某，无穿衫倒伫眠床，未招医师方点名，就是画面男主角要求一手交钱，一手换档案。其实这段影像经过合成画面，无画中价钱，密伫对话还案。该画面系流传于大陆地区的影音的截图，那已在大陆用于恐吓官员案件。这次套用到恐吓台湾医生所使用之电子邮件注册于大陆、香港地区。将一张相片一度多用，透过画面假造虚拟相片，发恐吓批卡邮超过300回。北市联医医师拢收到这款的邮件，医方讲无人受骗，警方无排除中国集团性犯罪，会锁定伊个下手，因为医师的相片联络信箱，入去病院官网资讯拢查会到。未少医学系教授也捌受过这类的恐吓批，因为剪辑真粗，真简单就会互看破。也毋过科技发展真紧，轻轨技术出来，使用 AI 犯罪出现成长的趋势。那深伪的技术的确是有被用在许多犯罪方式，那目的就是散布假讯息，那借由这些公众人物的影响力或知名度，那去加深这些讯息的可信度。贴上去的脸有一点点闪烁的状况。拄到即时时事，面前的手画面会实，洗头了后变面就判讲，若是落后的造假影像，靠你目睭的评论、面部的表情、讲话停顿点，用目睭找真假也毋是无可能。也毋过科技日渐翻新，这项技术只会愈来愈进步，都惊将来真假真歹分辨。这一年的 AI 技术其实进步很多了，所以相比于过去来讲，其实确实变得困难很多。那未来一定会更加精进，所以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困难。Deepfake 技术是一支小面刀，专家提醒，发展新科技的同时，也要完善法规，升级辨别技术，唔通让 AI 变做犯罪的万能锁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